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苏花界中仁隧道31号的下晡发生一件车祸，一个27岁驾驶赛车载3个乘客，可能是因为细神转失控弄昏过倒，摔落去，佫单跳，弄到对向的游览车。这台游览车有载30个人，大家拢着青惊。啊嘛真加载，这轿车驾驶敢若受到轻伤，车顶的乘客嘛无真要紧，啊那游览车顶的乘客嘛全部平安。一台白色修理车都驶出崩坑尔，经过转弯的时无减速，直接就弄到中央的分隔岛，车当场弄一个飞起来，零件甲满世界。这台车一个弄到了后，搁去弄到对向的游览车，这个游览车驾驶惊一个，赶紧落车落来看。他睡觉的这些正头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起来之后就。车祸发生伫顶个月31日下晡4点外，台9号线148.8公里所在苏花界中仁崩坑的北边，上北的车路的出口。当时27岁姓吴的驾驶驶修理车载3个人，要回去台北上班。游览车是载人客要去花莲，收容的时，加在修理车姓吴驾驶，敢若受到轻伤尔，其他3个人拢无啥要紧。另外，游览车包括驾驶在内30个人嘛，无人受伤。这小客车车头全毁。游览车车身遭其破损那这小客车上3人皆为轻微擦挫伤，未有大碍并且表示不需送医。现场未发现任何违禁品，双方酒测值均为0。高看一摆这个惊险的画面，这个驾驶敢若是因为驶长途的一时细神失控去弄到分隔岛，虽然讲车弄甲害了，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所有的人拢无啥要紧。提醒乡亲，若是疲劳，多少休一下，才去驶车。安尼较安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